这把好同大家小姐因为也被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曲奖嘅邱良琴，伊系提醒做备胎嘅。一定好音乐嘅伊本但系职能治疗师哦，也被推出的第一种客语专辑，换到土客阿哥，录得到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嘅入围。也土系诗的意思，客呢都系客家文化，以为用音乐带大家来品尝各种嘅客家，也听得到伊家乡嘅声。干丝从杜方嘅含水鸡蛋嘅买嘢东西都上面高次杜方，汤唔识下花嘅人，汤嘅未晓错。土下阿哥也种行业专辑，十条歌位就从食品菜，为大家过强壮就感受味道，你从生活传统文化也都按温暖的客家风貌。忠于你自己原来那一个创作的那一个想法，所以我就后来抱着这样想，所以我每一首歌曲其实都是我经历的故事，或者说我看到、我想到、我就是别人听到，反正就是这一些事情我都把它写在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唱起自己的歌来是蛮自然的啦。做白来嘅邱良琴本来系咧精神职能治疗师，为到爱追求梦想，并睇天条一条路，落身未做音乐，甚至 OK 帮乐团推出方言专辑。不过伊路卡系传统嘅客家家庭，伊又系最大嘅来嘢，爷爸爷妈如果唔支持，所以同制作人讨论过后，决定跨界轨道模拟，用简单嘅吉他同歌声推出条一种客语专辑。介以最好的音乐包装做送本阿爸阿妹的礼物。老师鼓励我，就是做一个跨界回母语，让我家人也知道说，其实我虽然做音乐，可是我对这个音乐路上没有忘本。那其实对这文化上也不能总得分给断根。有位两个电影下嘅大爷，以韩国了解到文化传承有几重要嘅。不过太好就离开家乡去南部读书嘅伊，为请归母语文化无咁简单，伊就重新去研究了解媒体啊当中看到饮食嘅客家，也条故事都系以创作嘅元素和同流行音乐起考嘅融合腔下。去他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在客委会在学习那个客语字典，然后他正在一个一个去找，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好辛苦哦。可是我觉得看到他。因为身为一个客家人，然后就是回馈他的母语，就是找到他的根。而每带的 OK 帮乐团现场演出客语歌曲，用太铁琴以下的鬼发跳，以下的鬼温暖的旋律，配上强快的吉他同歌声，还有以精神治疗的专场，呈现出亲娜娜又爱耐念心的客家音乐。为听到歌曲嘅人，都看到韩国美好嘅世界。下个新闻发开上陈心怡特别报道。